是东风，不是西风，不是北风，没错，是咱的南风大哥。带来好听的歌曲，最爱的是你，掌声鼓励，掌声欢迎，谢谢。好，进来两位美女主持人好。灵谷打波社主持人你好，我们美丽家大家好。晚上现在在这我做个好朋友大家好。 哪怕对心内所想，不定甲滋味。阮的情这呢甘甜，对你的爱胜过3月天。你敢知花若无开，永远袂结籽。咖啡无糖，可可的滋味，若无你是命是空意。今世选择最爱的是你，来生的选择永远也是你。心爱的不免怀疑，对你的情温柔如水，心无永远看着风雨。 哪怕对心内所思，不定甲滋味。阮的情这呢甘甜，对你的爱胜过3月天。你敢知花若无开，永远袂结籽。咖啡无糖，可可的滋味，若无你。 命是空虚，今世选择最爱的是你，来生的选择永远也是你。心爱的不免怀疑，对你的情温柔如水，心无永远看着水。哪怕对心内所思。 阮的情这呢甘甜，对你的爱胜过3月天。你敢知花若无开，永远袂结籽。咖啡无糖，可可的滋味，若无你是命是空意。 最爱的是你，来生的选择永远也是你。心爱的不免怀疑，对你的情温柔如水，心无永远看上泪。好听的歌曲，哇，好听的一首歌曲，最爱的是你。南风大哥好，南风大哥好，又见面了啊！好久不见。自从南风大哥来这唱歌以后啊，大家做些观众好朋友啊，都会深深记得你的名字。对呀。哎啦，只要一般有咧树建会，绝对一定袂甲你放袂记的。啊，真的不错，嘿啦，只要哎。 我消遣是不错啦。哦，真的，没啦，你本身唱歌做好听的啦。其实你重点是在取决于这个唱歌哦。我相信哦，你多你家己合音哦，自己这个唱歌跟家己合音嘛，袂歹呢吼。对呀。那该对。
这个合音有合音的那个阶段啊，所以说阶段我们唱歌就是要稍微有点诠释一下。是吼，对其实啦，咱南风大哥家己本身嘛有出做一首的单曲对不吼？对，真的啊，你有时间嘛爱唱你家己的歌曲。会来，今天非常感谢阿伟还有俊然两位哈主持人。是讲实在下，因为就新的年头哈，因为我们可以说哈全大今天是说元月份哈今年度元月份开唱所以很高兴能够沾这种光来参加这个节目非常感谢全国爱唱歌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好，谢谢，谢谢南风大哥带来这么好听的一个歌曲以后有时间有机会要常常来这边唱歌，好不好？好，谢谢你，感谢，谢谢南风大哥，谢谢。来。